费。进行查核，那有发现了30件规定不符的产品，那其中有1件呢就是樱花胶的产品。这件产品在网络上贩卖的时候呢，并没有提供贩卖商的一些资讯。那我们购买我们加购的时候发现它的那个外包装标示也没有任何的产品的一个来源，所以这个产品来源不明的状况。所以这边提醒消费者，就是说，如果我们在选择网络上的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那个资讯有完整的，那厂商资讯完整，产品的资讯完整的。那购买之后呢，当下一定要检查产品有没有包装有没有完整，那保留相关的交易凭证。那如果后续有相关的纠纷的话，可以拨打190寻求消保官协助。那我们知道那个黄曲毒素跟赭曲毒素，其实尤其是黄曲毒素，这2个分泌毒素是这个常常会在这个若谷类、谷类啊、花生坚果，如果没有做到好使用，容易产生这个霉菌的滋生，导致这个黄曲毒素跟赭曲毒素的污染。那这次我们抽验的结果发现，这个花生粉它的黄曲毒素的 B1 它的超量是3倍，那它的赭曲毒素的赭曲毒素 A 的毒素的超量30倍。那这边提醒这个消费者，如果在选购花生粉的时候，最好能够优先选择完整包装的一个产品。那回家之后最好能够密封，就是以那个密封罐或者是袋子密封保存，然后储放在阴凉处。那也尽快食用。那如果发现这个花生粉有受潮或结块或是有异味的时候，就要抛弃，不要食用。那最后提醒消费者，就是端午食品的这个购买有几个4大重点。第一个就是购买的当时要注完整包装为优先。那第二个就是不要购买来源不明的产品。那我们选购这个食材的话，以自然颜色为主。那要没有异味，正常没有异味。那买回家之后也要做一个适当的保存。